3年前呢，母亲叫我返乡，回来带着乡亲们做苗绣。当然，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不愿意的，没想到一做就停不下来了。花园县位于武陵山腹地，湘黔豫3省市交界处。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该县18洞村视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花园是古朴神秘的百里苗乡，湘西苗绣则是湘西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一种传统美术。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里的苗族妇女几乎人人都会苗绣。年轻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10几岁就开始在那个煤油灯下就在绣花做鞋所以说现在对那个他就有一种情怀。我说我们现在党的政策好，我们家里也不切瓷也不切穿，我们做一点事嘛，对不对？2017年，原本在城市创业风生水起的石家，在母亲田永新的反复劝导下回到家乡，成立了湘西七绣坊苗服饰文化有限公司。这个苗族姑娘起初并不情愿。你看这儿，从线都扯弯弯了，我也要太紧了。中间这个都，这个都还行，这两边绷太紧了，这就不行了就。我们所选择的这个行业本身，它是属于国家级的非遗。选择这个行业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难点。然后呢，在农村，这些物流啊、交通、人才都是阻力。其实成本会上升。好，就这么的。是的，是的。不像很多人认为的，农村的这个物质条件相对低一些，会下降，没有的，所有都是负面。最开始的时候觉得。你想念了不够那些不行，不够那你没出息。我自己跟你们不能每一次动不动就按你们个人想法舞得乱七八糟的。当时的石家虽并不看好家乡苗绣的发展前景，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传统文化的流失。石家觉得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和保护。我们苗绣就是绣那个龙啊、牛啊，就是绣那些。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基于被绣娘们、乡亲们，然后还有很多参与到了精准扶贫这件事情的这些政府的工作人员，被他们感动了之后，也开始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文化，知道了需要保存它的意义之后，整个思想上有转变了，想要把这件事情给它继续延续下去。做完了我就过去了，过到我们七绣坊那边去做。我们的人我背的。带着娃，绣着花，挣着钱养家。湘西七绣坊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实施让妈妈回家公益项目，免费培训苗族女性同胞学习苗绣技艺。2020年，七绣坊的销售额已达3000万元，签约帮扶1172个贫困户。19000人里边1200多个留守儿童，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比例？做了一个产业，可以让这一些母亲们在家里边就有收入。有收入的话，她不用出去打工，毕竟没有任何一个母亲是愿意离开自己孩子的。所以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就把这个名字定下来了，让妈妈回家。
2018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公布首批非遗家扶贫重点支持地区名单，首批仅10个地区，花垣县榜上有名。哎呀，终于又过来了！你们看看，我们正在做那个，这薇娅带货的那一批，赶那批货。啊，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支持了部分资金，让他购买了苗绣的机绣的机械。第二呢，就是我们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这个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和银行的这种贷款，帮助他呢扩建现有的厂房。就够了，这里可以做2个嘛，可以2层嘛。这里可以做2个嘛？不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网络直播这一块，联系了网红主播薇娅，先后3次给他带货，把扶贫的产品带到了全国各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次偶然的机会，石家将苗绣带到了世界的舞台。几乎所有的刺绣都是一个功能，就是装饰，好看。苗绣不一样，苗绣是文字，文化是世界的，文化是相通的，美也是相通的。因为很多民族的东西，像我们苗族的这些传统图案，它其实是经过了上千年的这种反复的被淘汰。单独看到这个美的东西的时候，它会从内心来发出一种认同感。西绣坊的非遗脱贫故事是花垣县因地制宜探索脱贫攻坚的生动缩影。据统计，截止2020年2月，花垣县的142个贫困村已经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8.4%下降到0.55%，顺利实现国家深度贫困县的脱贫摘帽，摆脱了千百年来的相对贫困。精准扶贫花园经验先后在全国、全省多个会议上做了典型推荐。湖南省侨联将再接再厉，发挥侨联的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在乡村振兴中继续发挥我们侨联的作用。在这里，源于对于故乡的热爱，古老的苗绣借助现代技艺焕发出新的光彩，民族的文化走上了世界的舞台。指尖的跃动，绣出了一个无比灿烂美好的未来。